今年9月，这高雄林雅区一栋社区大楼，因为这楼骹不满楼顶一直咧吵，一直发出噪音，就冲去楼顶呢，当囡仔的面，甲一堆翁仔某抬死。高雄地检署依照杀人罪甲涉案嫌犯起诉，希望法院给判死刑。进前规定的时阵呢，这嫌犯拢唔承认。7日下晡，高雄地方法院判因两个死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这是去年死刑实现了后，一审判死刑的头一例。 落班时阵，头日无讲话，伊是涉嫌杀害楼顶厝边翁仔某的吴良婉。2023年9月，伊当两个囡仔面头前杀害囡仔爸母姓刘的翁仔某，检方依照杀人罪起诉求处死刑。一审下晡宣判，3个法官拢判决吴良婉两个死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没有证据证明他有所谓的精神疾病。 哦，那另外他在接受这个量刑鉴定的时候，他对于那个鉴定的人员也曾经口出以及动作的威胁。合议庭认为吴良婉有杀人的故意、手段残忍，所犯的案件造成严重破坏甲危害，也无证据证明治疗精神疾病，也甲无特殊情形会当认为被告袂阁再犯这个理由判处死刑。这原来是死刑实现了后，一审判死的头一例。宣判死刑是 天经地义、正确的事情。这个社会很多杀人犯都不怕死，都没有给社会一个正义，让他们害怕说杀人会死，不敢让他来这个地方，只能够过年逗留2、3天而已。 吴良婉好亲像因为大楼噪音问题杀害厝边翁仔某，被害家属拢无出庭听判。接到消息，家属是感觉小可安慰，讲判伊死刑才有天理，也会当互犯罪者通警示。佮讲两个囡仔到即马也是真自责，也定定烦恼嫌犯会互人释放。因为这个案适用国民法官法，毋过主要证人是死者翁仔某的两个细汉囝，家属请求避免二次伤害。法官审理了后，改做一般的庭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